好热呀！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谁洗澡会穿衣服啊？你去赶紧找衣服穿上，流氓行为。你说谁是流氓？说的就是你，臭流氓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就是太惯着，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流氓。本少爷给你看样好东西。耶！我穿着裤子呢。嗯。真无聊。你说谁无聊？说的就是你，无聊。哦，是吗？那本少爷跟你好好聊聊好不好？我来啦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俩孩子干什么呢？动静搞这么大！奶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小野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奶奶是过来人，你们是新婚，奶奶理解。不是，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。不是，奶奶，以后啊，动静别搞这么大啊，这么多的人，怎么无所顾忌呢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注意点啊！好了，快，都回去。奶奶。少爷，以后请把门锁上啊！都是你，把奶奶都招来了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就是你弄的嘛！你以为我对你有意思？我是逗你玩的。我对你也没意思。哼。这。老夫人，这是什么呀？放在花盆里的陶土粒儿，我们的人在少夫人出事的楼梯上找到的，有人把它撒在楼梯上，所以才让少夫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。我就知道，景熙摔下去啊，没那么简单。这个捣鬼的人是谁啊？查出来没有啊？我查看了监控录像。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，居然敢动我们顾家的人！少夫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原来都是他搞的鬼啊！是啊，这次啊，奶奶帮你出气，我准备以故意伤害的罪名起诉他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起诉他，一定会伤害到傅博雅吧？我不能这么做，我得阻止奶奶。奶奶，我觉得这个南宫琉璃啊，他一定是因为太嫉妒我了，才会一时冲动做出这样的举动来的。我也知道呢，奶奶您是想为我出头，可是我觉得他太年轻了，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，他后半辈子不是就毁了吗？那照你的意思，那就是放过他了。景熙呀，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吧？也没有心慈手软，我就是觉得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们顾家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呀？这个南宫琉璃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就应该好好教训他。奶奶，这次的事儿，您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啊？既然他是冲着西城来的，只要让他离开西城身边就好了，我就不想再追究这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奶奶，求求你了。你可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性子可不能这么软弱。哎呀，既然你求到我呀，那我就卖你个面子吧。不过，你要去找那个南宫琉璃啊，还得我陪着你去，不然你自己去啊，肯定要吃亏的。奶奶最好了。这孩子，进来。有事啊？顾总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想提前回去。好，不舒服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还有安安在呢，正好我也要出去一趟。哎，顾总，
那天那个跌倒的清洁工，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了。你们认识吗？哦，不认识，就是总觉得他对我有点敌意，所以记住了。没事就好，都是公司员工，我怕影响公司。没事的，放心吧。锦溪，锦溪，还没回来。哦，方叔，锦溪呢？啊，少夫人和老夫人一块儿出去了。一块儿出去，去哪儿了？少夫人说要找别人谈话，老夫人不放心，陪着一块儿去了。什么人让奶奶这么重视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。少爷。顾老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请进。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杯咖啡。行了，不麻烦了。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儿的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南宫琉璃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当初西城在你们两个人之间，他选择了锦溪做妻子，你输给了锦溪，结果你就想方设法地进入了神龙集团，还当上了西城身边的助理。你是个什么样的心理，我就不说了。可是你却对我们顾家的媳妇儿做出那样的事情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诚心把他给害死啊？我没有，老夫人，我承认我是喜欢西城，可是我并没有对贺锦熙做什么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误会？哼，你以为你做出的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啊？以为我们顾家拿不出证据来是吧？南宫琉璃，我已经跟奶奶说过了，以前的事就过去了，我没什么事也不想去追究，只是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？毕竟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你这么做是在破坏我们俩的感情。肯定是贺锦熙误会了我跟南宫琉璃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找人家麻烦去了。哟，吃醋了？你说这女人怎么这么会吃醋啊？吃醋是好事儿啊，说明人家在乎你、爱你，不能没有你，想要你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听说我奶奶都去了，我得赶紧赶过去，完事再聊，拜拜。老夫人，贺小姐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可是我真的喜欢西城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要让我离开他。胡闹，伤风败俗。奶奶，奶奶你别生气啊，我们俩来之前说好了，对不对？顾老夫人，上次选拔就是个笑话，西城根本不了解我们，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奶奶，南宫琉璃，你何必执迷不悟呢？只要答应我，你离开神龙集团，以后不再纠缠顾西城，之前所有的事儿，我都愿意既往不咎。顾老夫人，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可是我真的喜欢他，我求求你了，顾老夫人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喜欢西城，西城就一定会喜欢你啊？我告诉你，
这次要不是锦溪给你求情啊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下场，你心里最清楚。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证明我自己比他强。南宫琉璃，你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有能力，干嘛非要缠着顾西城不放呢？你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何小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我求求你了，是我的错。南宫琉璃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哎呀，对不起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太过分了！住手！贺锦熙，你在干什么？西城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，这里没有误会，您就别在这添乱了。我添什么乱呢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件事是我故意的，跟南宫没有关系，你们都误会他了。还有你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这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顾西城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呢？我不分青红皂白，我只看到你在这欺负人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走。顾西城，你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奶奶，好了好了。